行咗4萬步，玩咗48個鐘，總結出嚟清遠長隆森林王國遊玩攻略，建議收藏啊！為咗玩得方便慳力，可以住喺長頸鹿城堡酒店，有適合一家4口住嘅長頸鹿綠翠家庭房，仲有斑馬房。住喺呢度可以提前半個鐘行森林王國快捷通道入園，到晚2餐自助餐可以喺城堡餐廳搞掂，就可以直衝長隆森林王國啦。提前收藏劇場演出時間。除咗每日搭正景點嘅非洲大遷徙，每日5點仲有部落狂歡、非洲大巡遊同埋古着古樂 show，一路跟住花車又唱又跳。建議入園之後按順序玩，咁先唔會行回頭路。第一站鸚鵡雨林，呢度有各種珍奇嘅鸚鵡。第二站英雄谷，可以餵下岸口可愛嘅大紅人。唔可以錯過嘅係小熊幼稚園啊，呢度可以見到好多啱出世嘅小動物。第三站猴林園島。呢度有超級可愛嘅蜘蛛猴，喺中央大草坪有好多散養嘅環尾狐猴。小蟲大世界裏面都係小朋友中意嘅遊樂設施。行到最裏面呢，就係長頸鹿大草原啦。最後嚟到火車站，搭下復古蒸汽小火車，同大笨象長頸鹿擦肩而過。喺摩天輪上面可以俯瞰成個園區嘅靚景啊！玩到攰啦，就可以去獅王餐廳或者長頸鹿餐廳用餐，一邊嘆美食，一邊同長頸鹿超親密接觸。呢個清遠長隆森林王國，你幾時帶埋屋企人一齊嚟玩啊？